大家好，今日係11月13號星期四，咁啊，琴日咧港股就繼續上升啊。恒生指數開市升58點，國企就升26點，科技就升15點。開市嗰陣時，騰訊升0.77%，小米升0.98%，友邦升0.85%，但係阿里巴巴跌2.05%。開市之後咧，升幅擴大，咁啊一路開頭升100幾點，但係後尾升成最多升成320點，升破27000點。咁啊呢個友邦升2.7%，小米升2.3%，騰訊升1.2%，匯豐升1.6%，咁啊帶領港股上升。咁啊仲有新鴻基地產升2.4%，兩咪升到成5%。咁啊恒生指數最高升到27016，升320點，但高位守唔住，就港股回軟翻。主要咧都係阿里巴巴下跌2.5%，拖累咗港股。上晝收市恒生指數升168點，國企指數升56點，科技指數升跌24點，成交1374億元。下晝早段升幅收窄，後尾咧跟住咧收市都升翻200幾點，收市恒生指數升226點，國企指數升77點，科技指數升9點，成交2365億元。咁啊，琴晚咧就美股個別發展，咁啊銀行股升，咁啊所以咧就係道瓊斯升成327點及創新高，標普升4點，但納斯達克咧就跌62點，主要都係個 AI 相關嘅股份跌，Palantir 跌成7%，拖累咗呢個納斯達克指數，但係呢個英偉達微升嘅，咁啊。今日咧港股我諗都會繼續上升，因為咧仲有即係升勢未完，仲有資金入市。